11月到啦，大家知唔知珠海呢個月有咩賞花好去處？我哋整理咗一波超靚嘅鮮花欣賞地，快啲睇下啦！第3屆粵澳共此時花海歡樂季，活動時間係2025年11月15日到12月6日，每周六下午2點半到5點半，地點響橫琴花海長廊1號驛站，千祈唔好錯過啊！1. 油茶花，開花時顏色雪白，味道清香，晶瑩剔透，觀賞性特別高。2. 龍船花，植株唔高，花葉都好靚，花色多樣，一年四季都有花可以欣賞。3. 鐵冬青，葉子係深綠色，枝條紫色，果實鮮紅色，既有藥用價值又可以觀賞，仲寓意旺交旺業，適合種響公園或者後院。4. 桂花，常年綠葉，枝葉茂盛，秋天開花特別香，可謂獨佔三秋啊群芳，經常用作遠景樹。5. 狗牙花，枝葉茂密，株形緊湊，花朵潔白素雅，盛開時非常靚，而且花期好長，記得俾 like 收藏。有興趣就週末一齊去賞花啦！